还有第6名呢。啊，加油哦！哎，这个我们不是玩过吗？我记得只有打。猪油盆加油！我第一题名。目看清楚哦。题目看清楚哦。再问这个吧。哇，果然哦，你看错。看，为什么没有人？哎呦，快再看多。哦。可以让荧幕白白的那个样子。对 NOR。我被抄了。妈妈内线有你是没有帮你先答案，题目看清楚哦。那位会掉年蜡，哪里会挂月历？你写那位会掉年蜡。哎，你要看一下题目，上真的，对吗？而且加油，慢慢的先爱人讲题目要看清。哦，我玩赛了。马上说的呀。我对习题错3题耶。来看，猪肉盆你给错哦，你唔错3题，你看一下哪3题唔像唔错，啊，检查一下，哎，看。我第1名。啊，你唔错几多题？3题。哦，你看一下，还哪2题哦，哈，看清哦。